各位網友大家好，你有冇試過睇中一隻股票，好想買，但係又覺得佢依家個價錢太貴？例如有隻股票依家個價錢係賣緊140蚊，你心目中覺得如果跌到130蚊，我就會買。於是你就開始等1個月，等3個月，甚至等半年。結果股價一直都冇跌到你心目中嘅位置，期間你係冇任何嘅收入。但係其實市場上有一種期權嘅策略，可以令到你喺等入貨嘅時候，同時都有少少錢收。如果股價冇跌到你心目中嘅價錢，你照樣都有收入嘅。但係如果股價真係跌到你心目中嘅價錢，你就可以用翻自己本身願意接受嘅價錢買入。呢個策略就叫做 Cash Secure Put。中文就叫做現金擔保看跌期權。今日呢段片我會用最簡單嘅方法同大家講一講究竟咩 Cash Secure Put， 點解有人會用佢嚟收息，點解有人會用佢低價買股票，同埋佢背後嘅真正風險係啲咩？如果你想學識一種邊等入貨邊有期權金有啲息收嘅方法呢，就記得睇晒呢段片啦。首先就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大家再話我知大家會點做。假設匯豐依家嘅股價係140蚊，而你覺得140蚊有啲貴喎，如果跌到130蚊我就想買啦，咁大家又會點做呢？咁相信好多人就係咩都唔做，將啲錢擺喺度等匯豐慢慢跌。如果真係跌到130蚊就買入，如果跌唔到就繼續等。呢個方法本身都冇問題嘅，但係就有一個缺點，就係你等嘅期間你係冇任何嘅收入嘅。而 Cash Secure Put 嘅核心概念就係將等入貨呢件事變成一個可以收取一個期權金、一個收入嘅過程。換句話去講，你唔單止可以設定一個自己想買入嘅價錢，仲可以喺等待期間先收咗一筆錢先。首先大家要知道認沽期權係點樣運作嘅，我之前都有拍過一段片同大家講解嘅。如果大家未睇，可以先去睇一睇嘅。之前嗰段片就用咗買方嘅角度同大家去解釋，今日呢段片就會用賣方嘅角度。咁我哋可以直接睇一個例子，大家會易明啲。假設匯豐依家嘅股價係140蚊，你就睇好匯豐，但係嫌佢依家嘅價錢太貴。如果係跌到130蚊就會買。而 Cash Secure Put 做嘅事情就唔係真係等匯豐跌到130蚊先行動，而係你依家就決定買出一張認沽期權，即係講緊你同市場作出一個承諾，內容好簡單。如果未來3個月內匯豐係跌到130蚊或以下，即係如果係跌到120蚊、110蚊、100蚊，你都係會用130蚊買嘅。但係如果係冇跌到130蚊或以下咧，你就唔使買，因為你俾咗呢個權利，對方其實係着數咗噶嘛，攞咗呢個權利，所以作為交換，對方就會俾翻錢你啦。Let's say 佢會俾翻3蚊嘅期權金你。所以呢一刻開始你就收咗3蚊，但係同時都承擔咗一個責任，就係如果匯豐嘅股價係跌穿130蚊，你就要接貨啦。接下嚟我哋就睇下唔同情況會發生咩事，股價唔跌會點，股價大跌又會點。第一個情況，匯豐嘅股價一直都係高過130蚊嘅，咁會發生咩事？咁大家都記得啦，頭先大家就收咗3蚊，但係同時就承擔咗一個責任。如果匯豐嘅股價跌穿130蚊就要接貨啦，但係如果冇跌穿就唔使，因為匯豐嘅股價一直都係高過130蚊，所以你就唔使買入匯豐。但係因為你就收咗期權金3蚊，所以你就白白賺咗呢個3蚊嘅收入啦。如果我哋計一計回報率，因為你係肯用130蚊接貨，將3蚊除翻你嘅接貨成本，3個月嘅回報率就係2.3% 啦。如果你計翻年化嘅回報率大約係9.2% 左右嘅。呢個情況嘅重點就係你成功賺到錢，但係同時亦都無需買股票。咁我哋就睇下情況2啦。匯豐嘅股價跌到128蚊，
咁大家記得啦，之前就有講咗匯豐嘅股價係跌到130蚊或以下，你就要接貨，就要用130蚊呢個價錢接貨。所以呢個情況下，你就要用130蚊買啦。但因為匯豐依家係跌到128蚊，所以帳面上你就蝕咗2蚊，將128減130就蝕咗2蚊。但係因為你之前收咗3蚊嘅期權金，所以其實你係淨賺咗1蚊嘅。而且都唔好唔記得，就係你之前其實都想入匯豐嘅，你想130蚊入匯豐嘛？喺呢個情況下，其實都係如你所願入咗貨，而且個成本價其實係比130蚊低喎，因為你將130減去3蚊期權金，你真正嘅入貨成本係127，變相其實你係平咗少少買入呢個股票。頭先就講咗一啲比較好嘅情況。接下嚟都睇下冇咁好嘅情況，俾你了解到 cash secure put 最大嘅風險究竟係啲咩？第三個情況，匯豐嘅股價跌到50蚊，同樣你一樣要用130蚊去接貨，你帳面嘅損失就係80蚊，將130蚊你嘅持貨成本減去依家嘅股價，你就蝕咗80蚊。但係因為你之前收咗3蚊嘅期權金，所以你淨蝕就會蝕少咗。如果我哋計翻蝕嘅比率咧，3個月我哋係蝕近咗差唔多60%嘅，所以其實 cash secure put 你係要承受股票大跌嘅風險嘅。呢個風險其實同你買正股係一樣嘅，因為無論你係用 cash secure put 去接貨啦，或者你直接買入匯豐，如果股價一路跌，理論上係可以跌到接近0嘅，你可以有好重大嘅損失。但其實有做 cash secure put 相對冇做，其實會蝕少啲嘅喎。因為如果我哋係冇做 cash secure put，我哋等到匯豐跌到130蚊買入，然之後匯豐再跌到50蚊，中間我哋係蝕咗80蚊。但係因為我哋冇收到期權金啊嘛，所以我哋淨蝕都係80蚊。所以有做 cash secure put 嘅話，相對就可以蝕少咗啦。cash secure put 入邊有一個比較重要嘅概念，你收嘅呢3蚊期權金咧就唔係無風險嘅收入，而係你承擔接貨責任之後嘅補償。即係話你唔係免費咁樣拎錢，你係答應咗，如果市場係跌到某個價位，你係肯去用現金去接貨嘅，所以先叫做現金擔保。因為你一定要準備足夠嘅資金，例如130蚊，你就要準備好足夠嘅錢去買入嗰個股票，所以佢唔可以幫你避開跌嘅風險，亦都唔係保本，更加唔係穩陣收息嘅工具。所以如果你係要用 cash secure put 呢個策略，你就要問自己一個比較重要嘅問題，就係如果匯豐係跌到50蚊，甚至再跌落去，你係咪都願意繼續持有？如果答案係唔願意嘅，呢個策略其實未必啱你。但係如果你係長期嘅投資者，你肯長線去持有，咁 cash secure put 先有佢真正嘅用途。如果大家想實際去操作期權，其實你需要一個券商嘅平台，譬如係富途啊、盈透證券、IB 或者微牛，佢哋都支援期權嘅交易嘅。如果你未開戶嘅話，可以睇翻我之前嘅教學影片，又一步一步教你點樣開戶，最快5分鐘之內其實已經可以完成晒成個開戶嘅申請噶啦，同埋仲有迎新優惠俾到大家，詳情大家都可以睇翻 YouTube 描述欄下邊嘅。最後就總結一下 cash secure put 呢個策略啦，佢唔係用嚟賭方向嘅工具，而係可以幫你做到3件事。第一，設定你想買入股票嘅價格，喺等待期間你可以收取期權金。第三就係如果價格真係跌到你目標嗰個位，就會自動咁樣買入。所以你可以咁理解 cash secure put 本質上係一種有紀律嘅入市方法，而唔係追個市。因為你已經係預先決定咗去到呢個價位我先買，但係同時大家都要記住呢個策略只係適合一啲你真係想長期持有嘅股票，而唔係任何股票都用嚟收期權金。因為一旦行使咗，你就真係揸住嗰個股票，你會承受佢嗰個價格嘅波動。最後，如果大家覺得呢段片有用，記得俾個留言、俾個讚同埋分享出去。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